又係怡樂花園啊！大潤發旁邊嘅電梯單位，中層咯，中低層而家係電梯7樓位置。咁啊優勢，整體咧地板係換過晒㗎啦，就唔需要再搞。咁啊，仲有我哋全屋嘅都係貼咗牆布啊，貼咗牆布嘅。咁我哋廚房做咗開放式，未做門啊。咁而家呢個灶台都搬走咗㗎啦，到時候買翻到屋企啦，100零蚊。咁啊，整體嘅一個大廳位置咧係算比較闊落啲嘅，房間正70個平方。然後缺點就係呢個客廳咧，佢係一個柱式形狀，有啲三角廳。咁啊，呢邊露台，一個缺點都喺呢度啊，朝南向，但係對住我哋馬路咧，相對會嘈啲。啊，朝南向，兩間房同埋露台都係朝正南，採光同埋通風都唔使擔心，東南向㗎啦。咁啊，整體一個餐廳咧都比較闊落啲。咁我睇翻我哋一個房間位置，客房呢邊咁你基本上你都係2個人住，客房就做衣帽間都可以。而家咧，佢最多可以放1.5米床度，最多1.5米，最多1.5米嘅啫。咁1.2米比較闊落啲，衣櫃可能困難啦。咁我哋洗手間位置未做乾濕分離，通天然氣嘅整體弧形就比較簡陋少少咯。咁我哋而家總價都平嘛，呢度係24個喺度上車。睇翻啲傢俬，咁主人房2米大床，咁啊都係通透兩面嘅採光。呢邊呢個窗戶咧，就係對翻我哋個南向大馬路就會嘈啲，咁啊優勢都係7樓，就唔會話好嘈咯。如果高層會仲嘈啲嚇。咁而家總價24個可以上車，有興趣你哋現場。